2026年6月8日，早喺今年1月問卜所得，今年7月至9月會有咩世界大事發生？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問卜，2026年7月至9月會有什麼世界大事發生？得出，天火同人變卦澤天拐，周易第13卦天火同人，卦辭，同人於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貞，動爻，六二，同人於中，崙，與自己的宗族合會，有悔恨。上九，同人於交，無悔，於郊外與人會合，無悔。變卦，周易第43卦澤天拐，卦辭，拐，陽於黃庭，夫號有利。告字一，不利即容，利有攸往。同人，象徵一群志同道合嘅人，坦誠相對，追求公義，求同存異，大公無私，追求和平。拐，象徵君子解決小人，正能量主動公開以雷霆萬鈞之勢對付負能量，智慧地執行正義，採取行動。今年嘅值年卦恰恰正好又係天火同人。當日我嘅見解係，有機會追責武漢肺炎，完全冇諗過呢半年發生咗咁多大事。今日再解卦，會有另一番睇法。一、俄烏戰爭形勢轉向，烏克蘭今日已經直接用無人機攻擊莫斯科，俄羅斯經濟又接近崩潰之際，俄烏戰爭將有可能停戰。二、Donald Trump 用孫子兵法對付伊朗，集結大軍圍而不攻，等你伊朗自己政權崩潰倒台，可能喺呢3個月內見效。三、最新當然係韓國選舉舞弊，習近平又再打開第2個潘朵拉盒子。今日睇形勢，將會演變成長期抗爭，有可能直接拉李在明落台。四、年頭已經公布8月有空嘅英國首相史塔默落台啦。五、相信大家都好心急，當然係萬眾期待習近平8月有空，終於揭盅。究竟習近平嘅下場係點呢？一、習近平嘅生命結束。二、習近平及其魔鬼中共一同倒台。希望最終會有一個大家都滿意嘅 happy ending， 好令世人唔使再受到中共嘅加害。燕子希望世人都可以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